上车大米慢慢聊。上车慢慢聊。哇，师兄到了，师兄到了，师兄有，哥哥我师兄。这就拉电工了。哇，好麻了！哇，我买得到的。师兄不要，师兄挂电，没电挂电，师兄，哇！大姐姐嘿！师兄没有，师兄到啊！不要只上车前面就刚才忙，这人家是多肉。给你，教育的自己理由。顶对呀，那多了去。我前面搞到有劲了。有嘞。师兄，我带。我才知道啊。到啊！我用刚是啥事了？不对。慢慢到，你师兄到人家挺重力哦。哎，引导是吧？到了。这个，去靠多。引导对呀。哇！那几年改做大不有？这边。忙。哇！引导是嘛？哎，上哎错。懂了吧？买了什么？别这孩子，好的。干嘛这个？慢慢到，你娘快！我们家是我感觉有点慢到你们姑妈边那有白锅。我靠，儿子呀，我吃上吃。哇，想吃啊！都陪妈妈在吃干。那饭穿着是吧？哇！穿着的呀吧？长个顶子嘛。老些多差这一年多刚好。还要找个仔。找包来了。啊，你我的爷爷。那这我怎么都打电话？那必须得对焦这边买。面老是这拿，别把面拆多。把面拆些。我说等我去咋做？我天只要还说，不准到时候那胖了。好，他好到嘛说嘛，这今年糟糕，你好多的工作人做到了，饭6。